来看台中市的检警查到一个姓肖的嫌犯，佮有2个泰国人因斗空，对寮屋经过泰国以进口家具来申请，也毋过伫家具偷藏毒品500多公斤21亿，是最近查到上大件的走私毒品案。另外，刑事局嘛抓到一间卖饮料的店因说伫个生产毒品咖啡包，现场嘛查扣1400多包的毒咖啡包。查缉人员检查家具的下骹，发现有各样，甲晓开看到价钱全毒品。清点了后，发现这个顺道的安非他命甲溪粉拢总525公斤重，市价大约21亿，是最近利用海运货柜走私，红查到数量上大的毒品案件。我们透过密集的提讯被告，比对他们之间供词之间的出入，还有手机的对话记录，我们成功的还原了共犯犯意联络形成的时间点。以及行为分工的模式。专案小组清查进口报关的资料了后，锁定2个泰国嫌犯，并且掌控2个人伫台湾的行踪。今年3月，趁因来仓库提货时，甲拘捕。另外，搁再追查，发现租仓库甲报关的是一个姓肖的查甫人，伊涉嫌用合法暗号非法，用进口家具这种国际贸易的方式藏毒品要来入境。检方马向法院提起公诉，申请羁押3个被告核准。这批家具是由辽国的某个家具工厂生产，出口到泰国之后，再由泰国林察班港运来台湾。那最后是国内的药某报关进行报关的。另外，刑事局嘛，伫今年3月敲一间伫咧中华园林的饮料店，因为姓曾的主嫌所经营的饮料店暗示咧做毒品咖啡包，查到包括主嫌等3个人，也有7497包毒咖啡甲毒品原料。将制作毒品咖啡包的处所藏身于手摇店内，白天经营手摇饮，夜晚则化身为制毒工厂。警察除了追查源头，专案嘛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。记者台中报道。